再来，咱来关心总统选战。国民党的侯友宜昨昏是登去伊的故乡嘉义，拼南部的选票。针对伊的牵手伫文化大学边仔开选院的争议，伊是强调，因绝对无趁非法的钱，若有就会退选。因若民众党的郭文哲是伫网络顶头强调讲，台湾爱换新，爱脱离哪力。另外，民进党的赖清德是伫党内的中常会表示，伫明年1月初3，因要伫全国817个路口发动全国总动员，希望会当延续4当前总统蔡英文摕到817万票连任成功的气势。选战最后拼着战，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立即登家乡嘉义拜票。最近开选县争议正做选举公共焦点。对此，侯友宜的家后任美玲透过公开批表示，规个代志是合法继承，依法出租纳税。但2026年6月甲厂商租约到期，会将规栋大楼改造青年房舍出租，也是改造社会主体。一世人清清白白，我早有讲过，侯友宜一世人。啊，人摕一角银吼，是非法来源的一角银。你听好，我听好直接讲，我总统很不算。侯友宜强调，土地是太太结婚前继承来，也因为烦恼担任刑警的侯友宜随时出任务，一去无转来。丈母为着照顾查某囝甲查某孙家幸健，另外民众党总统候选人郭文哲，就毛龙节目接受专访的时候话出，脱离哪条龙头，台湾需要脱胎换骨。2024对台湾是个选择，你要回到过去那一套嘛，从核电到中国问题嘛，就是很诚实的去面对问题。你只要敢面对问题，我跟你讲，80%的会解决掉。民众党最近启动6战模式，陆续举办大型造势活动，有关选情。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是个前进华党副选家仔，也表示伊才是唯一了解城乡差距副总统候选人。唯一曾经在台北以外的地方服务，可以从台北以外的角度来看台湾，来理解我们城乡的差距，跟台北以外的角度的副总统候选人职务。最后，冲刺阶段赖清德也下达2个任务：1月初3启动全国站817个路口，各地线顶串联，也标记打卡上团，展现团结气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